家康德講過，誠信係制定道德戒律嘅第一位。點解呢？如果人同人之間冇咗互信嘅話，社會就崩潰。1991年嘅蘇聯帝國就死喺呢樣嘢上面。而家國內因為冇誠信，所以有假嘢啦、毒食品啦、貪腐啦、豆腐渣工程啦。而家呢種風氣係嚟到香港啦。我問下大家，梁振英喺僭建問題上邊有冇講大話？陳茂波喺劏房問題上面有冇講大話？我要問曾鈺成個問題好簡單，邏輯上即係得3個答案，一係就係，一係就唔係，一係就唔知。我而家問曾鈺成，請你望住個鏡頭，擘大眼對全香港嘅市民講：當你批准梁振英5司14局打尖嗰刻，你係咪真心認為咁樣係啱嘅，係超越咗會議常規嘅？請你大聲答呢個問題。蕭先生，你冷靜啲聽下嗰個事實。答咗你最後啦，你答啦。我答咗你最答係定唔係啦？嗱，都係唔答嘅。嗱，曾鈺成呢就係唔答。你俾唔俾我答咧？嗱，係唔係你唔知？3個答案好簡單嘅啫喎。你俾唔俾我答咧？但係你答一答啊！嗱，就係唔答係啦。嗱，我哋選擇決定問第二個問題啦。唔係，我哋決定問第二個問題啦，主持。因為咧，其實佢決定係唔答呢啲就係咧，奸狡嘅咧，就係唔直接答問題咧，就係曾主席啦。問咗我3個問題嘅，我而家一個一個答佢。冇，你得一個問題啫，就係你信唔信佢係即係超越呢個我隻耳仔打尖咧？我隻耳仔咧可能冇阿劉家雄咁好，不過咧我仲聽到。你問一問嘢啦。好簡單嘅，你擰轉頭問阿蕭若元，佢係咪問咗我3個問題？唔重要，而家答一個問題啦，一個問題得唔得啊？咁你嗱主持佢嘥緊我哋時間，我想問第二個問題，佢係嘥緊時間㗎。而家唔需要爭個你俾機會佢作答。對唔住劉家雄，你收聲！你嗰個團隊叫蕭若元團隊，唔係劉家雄團隊。哦，你搞錯咗啦！呢個係人民力量，而蕭若元先生並唔係人民力量。人民力量蕭若元嘅團隊嗱，佢嘥緊時間，主持佢係咪嘥緊時間先？劉家雄嗱，主持佢係嘥緊時間，我就問第二個問題㗎咯喎。我而家問葉劉淑儀嘅問題，問葉劉淑儀嘅問題。我未答過。唔係，但係你嘥緊時間喎。嗱，主持佢係咪嘥緊時間先？你俾機會佢作答先係嘛？你俾機會佢答，我俾葉劉淑儀嘅時間啦。嗱，葉劉淑儀，你喺之前嗰個節目度話你冇講過梁振英會害人。好可惜喺呢度咧。究竟你係咪梁振英會害人？有冇講過咧？議事規則啊，主持。你冇講過，但喺港台嘅節目裏邊咧，自由黨嘅周梁淑儀就話：Regina，are you denying that you didn't say 梁振英會害人？我唔會害人。好啦，時間差唔多，要俾時間佢回應。係啦，你冇講過啊？你冇講，你擺得明講，但係因為嗰個節目嗰陣時咧，你係唔敢回答呢個問題嘅。我而家想問第3個問題。完全周梁淑儀講啫嘛，我冇講過。好啦，自由黨嘅劉健儀女士，究竟你個黨友有冇同你講過話葉劉淑儀曾經講過梁振英會害人咧？有嗱，劉健儀話有啊，所以你擺到明就係講大話啦，你就係講大話啦。我當日打電話俾張太拉票，即係我哋見到咧，就係其實無論係曾鈺成主席或者係葉劉淑儀女士呢啲咁樣嘅立法會議員選咗落去就係會講大話嘅，所以我哋香港人必須要增亮你嘅眼睛，睇清邊啲議員係可以。好啦，時間夠啦，跟住咧就到5號嘅鍾樹根名單，請先選擇你發問對象。好，我想問下何